即將接棒 TVB 最長壽處境劇《愛回家之開心速遞》嘅新作《愛回家之三代同堂》，今日官方終於正式公開全部主演陣容同角色詳情。呢部劇將會喺8月登陸翡翠台，逢星期一至五晚8點播出。劇集由羅永賢監製，馬俊營擔任編審。故事圍繞3代女性嘅家庭日常，充滿啼笑皆非嘅煙火氣。早前官方已經透露，劇中會融入女性覺醒、代際碰撞同埋 AI 衝擊，呢啲 TVB 認為貼近現實嘅元素，吊足觀眾胃口。接下來阿珍就帶大家逐一盤點劇中嘅核心角色，睇下邊位最令人意想不到。車婉婉金曲歌后變叛逆，追愛外婆。車婉婉入行30幾年，演藝路走得幾跌宕起伏。1992年18歲嗰陣，佢攞咗第11屆新秀歌唱大賽冠軍，正式出道。早年以歌手身份深耕樂壇，出過全心投入、Individual 等多張專輯。同許志安合唱嘅《會過去的》係傳唱至今嘅粵語經典。單曲《彩色世界》仲攞埋10大勁歌金曲最受歡迎廣告歌曲銀獎。除咗音樂成績亮眼，佢嘅演員身份同樣深入人心。而文文一年憑《皆大歡喜》古裝版入面鮮活嘅萬貴妃出圈，時裝版嘅萬貴妃亦都成為幾代港劇觀眾嘅集體回憶。早年更憑電影《野獸刑警》提名第18屆香港金像獎最佳女配角，演技早獲專業認可。事業低谷期，佢試過淡出幕前，打理家族餐飲生意，做過保險銷售。近年靠主持《中年好聲音》再度翻紅。2026年攞埋萬千星輝頒獎典禮最佳女主持。呢次喺《愛回家之三代同堂》入面，佢飾演52歲嘅叛逆外婆唐曹家冰，出身潮州傳統家庭，前半生全心全意圍住個家庭轉，退休後突然自我覺醒，從加拿大返香港強行住入個女屋企。當年因為個女未婚生女，母女決裂多年。呢次歸來，佢唔單止要補返逝去嘅青春，重尋初戀嘅心動感，仲要喺三代同堂嘅日常入面，同個女、外孫女碰撞出一連串啼笑皆非嘅生活故事。吳若希劇集歌后轉型鋼鐵單親媽媽。吳若希1992年出世，幼年喺福州生活，10歲後移居香港。年少時為幫補家計，做過棉花糖小販、商場收銀員。2008年佢同朋友唱卡拉 OK 時，被星探發掘，秘密接受2年聲樂訓練後，2010年簽唱片，公司正式出道。出道首張專輯《戀愛日記》就攞到勁歌王、金曲、金榜、新晉歌手等好多新人獎。2014年憑《使徒行者》片尾曲《越難越愛》爆紅全城，橫掃勁歌金曲、金獎等多項大獎，成為 TVB 公認嘅劇集歌女王。後續仲為《延禧攻略》、跨世代等幾十部熱門劇集唱過 OST。音樂事業站穩腳跟後，佢跨界影視同主持領域。2019年憑多功能老婆入面嘅蘇蝶一角，提名萬千星輝頒獎典禮最佳女配角。2023年更靠香港人在北京入圍最佳女主角5強，演技逐步獲得觀眾認可。呢次係佢首次出演長篇處境劇，喺劇中飾演單親媽媽唐萬里。Leslie 係公關公司嘅核心高層，職場上雷厲風行，再棘手嘅公關危機都能夠快速擺平，仲要應對 AI 技術對行業嘅衝擊。但返到屋企，佢卻處處碰壁。當年執意生下個女，同阿媽鬧翻，多年獨自湊女以分身乏術，阿媽突然空降入住，加上青春期嘅女自有想法，夾喺中間嘅佢，成為3代戰場嘅夾心餅乾。職場家庭雙重壓力下，鬧出唔少生活化笑料。李欣彤選秀新人出演佛系躺平孫女。李欣彤1999年出世，係土生土長嘅香港觀塘女仔。中學畢業後考入香港浸會大學持續教育學院，攻讀幼兒教育學士學位。原本畢業就會成為一名幼稚園老師，因為始終熱愛唱歌。2022年佢放下穩定嘅職業規劃，報名參加《聲夢傳奇2》比賽。入面佢因為成日匿喺後樓梯練歌，被網民稱為後樓梯歌后，可惜最終止步18強。比賽失利後，佢無放棄演藝路。
2024年同屆選手組成5人音樂組合 Plan V， 靠喺停車場拍攝嘅翻唱短片喺社交平台走紅，一步步從地下停車場唱到 TVB 台慶舞台。後來佢又跨界主持音樂綜藝唱錢，憑甜美親民嘅形象圈粉無數。入行僅2年就獲 TVB 重點力捧，呢次仲拎埋處境劇女主角嘅核心資源。喺《愛回家之三代同堂》入面，佢飾演唐心，係典型嘅 Z 世代青年，性格佛系通透，古靈精怪，主意多，口頭禪係你越要我 commit， 我就越想 quit。面對外婆同阿媽2代矛盾，佢從來唔站隊硬碰，反而用最鬆弛嘅姿態周旋其中，仲同突然返屋企嘅外婆格外投契，成日聯手整蠱阿媽，係屋企嘅氣氛緩衝帶。本身唱功紮實嘅佢，仲會喺劇中同車婉婉有跨代合唱嘅戲份，係劇集開播前就備受關注嘅睇點之一。徐榮初代愛回家，元老變身爆機笑匠。徐榮1974年出世，1999年考入第13期 TVB 藝員訓練班正式入行，同林峰、楊怡係同屆同學。入行初期，佢從最底層嘅龍套做起，演過路人、村民甚至死屍等各類小角色，摸爬滾打多年，先慢慢熬出頭。2007年，佢靠處境劇《同是三分親》入面痴心跟班求進，一角嶄露頭角。首次提名萬千星輝頒獎典禮最佳男配角，之後不打自己人中嘅包國人再獲同獎項提名，成為觀眾眼熟嘅處境劇熟面口。2012年佢首度擔正男主角，出演《愛回家》第一輯入面，踏實顧家嘅馬強作為初代愛回家核心成員，憑接地氣嘅表演成功入屋，積攢咗深厚嘅觀眾緣。入行20幾年，佢演遍各類大小角色，《火舞黃沙》、《巨輪於》、《反黑路人甲》、《BB 來了》等劇入面都有亮眼表現，戲路橫跨正劇同喜劇，係 TVB 公認嘅黃金綠葉。呢次佢回歸愛回家系列，喺《愛回家之三代同堂》中飾演爆機大叔程長劍，外形健碩硬朗，性格卻反差感十足，外剛內軟，自帶笑點。作為初代愛回家班底，佢嘅回歸本身就係一大情懷賣點。憑多年嘅喜劇功底同觀眾基礎，呢個角色有望成為新劇嘅搞笑話題製造機，帶出唔少出圈名場面。李偉健經典 Terry 升級暖心舅公。李偉健1978年出世，早年係職業漫畫家，曾喺香港漫畫雜誌 COCO 連載《校園大英雄》、《爆笑西遊記》等多部作品。用筆名小田健推出過個人繪本，仲開班教授漫畫長達8年。2009年佢參加香港先生選舉落敗後，簽約 TVB 正式轉型藝人。出道早期多演路人配角，直到2012年遇上《愛回家》第一輯，飾演律師樓嘅 Terry 程志美，先逐漸被觀眾認識。佢堪稱《愛回家》系列嘅4朝元老，從首輯到8時入席，再到開心速遞，始終以 Terry 呢個英文名貫穿全系列。其中開心速遞入面單純漢直嘅農力王 Terry 最深入人心，同歐瑞偉飾演嘅 KC 組成嘅救生搭檔，笑點十足。2016年兩人仲一同提名萬千星輝頒獎典禮最受歡迎劇集搭檔。呢次佢順利過渡到新處境劇，喺《愛回家之三代同堂》入面飾演曹佳界，英文名依舊叫 Terry， 係女主角唐曹家兵嘅細佬。佢親手帶大外甥孫女唐心，對佢疼愛有加，性格延續咗一貫嘅單純搞笑、樂天知足。人設智商相比過往有所升級，卻依舊係三代女性之間嘅磨心，夾喺中間調節家庭氣氛，係全劇重要嘅溫情同笑點擔當。趙俊成選秀歌手，首演流量，營銷鬼才。趙俊成1986年出世於香港，自細熱愛音樂，中學時就成日參加歌唱比賽、與中樂團活動，仲精通二胡。2006年佢以模特身份入行，拍過奧林巴斯、索尼、麥當勞等多個知名品牌廣告。2008年佢同另外3人組成男子組合 Square 正式出道，同年推出專輯《覓》，攞到好多香港樂壇新人獎，係當年備受關注嘅樂壇新勢力。
組合解散後，佢轉戰影視圈。2009年出演電影《關人七事》，該片入選韓國首爾電影節與香港國際電影節開幕影片。2011年參演《追兇》，同影帝劉青雲有對手戲。2025年佢參加《中年好聲音3》，人氣大漲，紮實嘅唱功再度獲得大眾認可，亦因此被 TVB 選中。呢次係佢首次參演電視劇，就直接擔綱《愛回家之三代同堂》嘅男主角之一，飾演公關公司高層楊帆。佢外表睇落人畜無害，實質是深暗黑紅也是紅之道嘅營銷鬼才。為了流量出手快狠準，行事果斷，不擇手段。佢同吳若希飾演嘅唐萬里係職場歡喜冤家，兩人喺工作中頻頻交鋒拉鋸，充滿戲劇張力。加上本身嘅歌手身份，亦能夠好咁融入劇集貫穿始終嘅音樂元素設定。侯茂希鋼琴學霸，反差出演漢籍暖男。侯茂希英文名 Duncan， 係典型嘅學霸型全能藝人。佢中學就讀香港名校黃仁書院，大學畢業於英國薩里大學音樂系，持有古典鋼琴演奏級證書。私下仲擅長游泳、嘻哈舞蹈，兼顧詞曲創作，常於社交平台分享彈唱作品。參賽時就有鋼琴王子嘅美譽。2022年佢報名參加《星夢傳奇2》，正式走入大眾視野。比賽入面佢性格慢熱內斂，同導師 JW 黃浩兒合唱《你最珍貴》嘅舞台，令人印象深刻。雖未最終奪冠，卻憑紮實嘅唱功圈粉唔少。賽後佢無停下腳步。2024年同李欣彤、彭嘉賢等同屆戰友組成5人音樂組合 Plan V， 靠停車場翻唱短片，喺社交平台走紅，一步步從地下停車場唱到 TVB 台慶舞台。同時跨界影視同主持領域，參演《臥底嬌娃》等劇集，搭檔主持音樂綜藝唱錢，曝光度穩步提升，係 TVB 近年力捧嘅新生代潛力藝人。呢次佢首度參演長篇處境劇《愛回家之三代同堂》，飾演趙俊成嘅親細佬陽光，英文名 Dexter， 角色走反差萌路線。外形睇落兇悍唔好嘢，實質內心100%傻氣岸口，係個暖心直球男。佢極度反感阿哥為流量不擇手段嘅行事風格，後續會同吳若希飾演嘅唐萬里企到同一陣線，聯手與阿哥展開職場與生活嘅拉鋸，自帶天然喜劇效果，亦係劇中年輕線嘅重要笑點擔當。關佑晉，健身教練化身軟飯男友。關佑晉原名關子陽，1993年出世，係 TVB 出咗名嘅勵志型藝人。佢早年身形偏胖，為完演員夢前後3次報考 TVB 藝員訓練班，前2次均遺憾落選。為了堅持夢想，佢一邊做月薪5000蚊嘅保安補貼生計，一邊瘋狂健身塑形，半年減重20磅。終於喺2015年成功考入第28期藝訓班，同周家樂、吳偉豪係同班同學。入行10年，佢大多出演3、4線配角，默默深耕演技。2021年憑《陀槍師姐2021》入面嘅社團成員吳丹基、輕基獲得觀眾關注。下流上車族中嘅哈比族角色再添好感度，亦試過喺《愛回家之開心速遞》入面分析范柳園、籌琪2個角色，係觀眾眼熟嘅黃金綠葉。此外仲參演過《新聞女王》、《法證先鋒5》、《超能使者》等多部熱門劇集。除咗演員身份，佢更加係圈內公認嘅星級健身教練。張振朗、朱敏瀚、周家樂等多位小生都曾同佢健身。佢仲考取咗伸展治療、痛症治療等專業資質。創業開設嘅海景健身室喺行內口碑不俗。呢次佢加盟《愛回家之三代同堂》，飾演吳若希嘅男友安多芬，角色活力滿滿，自帶喜感。表面端住大男子主義架子，實質唔介意做鳳凰男，坦然接受女友嘅經濟資助，係個實打實嘅軟飯男設定。作為大女主向處境劇嘅標配喜劇角色，佢嘅健碩外形與討喜演技，亦會為呢條感情線增添唔少生活化嘅笑點。胡敏之，新晉小花，演務實，賺錢宅女。
胡敏芝現年26歲，畢業於香港中文大學新聞及傳播系，2021年考入 TVB 藝員訓練班正式入行。出道初期，佢以主持工作為主，係 J2 台 JTS 成員，先後主持冇人性教育、不正常愛情研究所、旅行最緊要近等多檔話題節目，風格親切自然，積累咗唔少年輕觀眾緣。入行頭幾年，佢都喺劇集入面客串閒角，參演過《隱形戰隊》、《新42章》、《企業強人》等作品。直到2025年遇上麻雀樂團，飾演膽小軟萌嘅晴晴。呢次係佢入行4年首次擔當重要戲份。佢嘅表演真實有感染力，結局嘅喊戲圈粉無數，連監製羅永賢都特意為佢加戲。憑此覺，佢成功入屋，成為 TVB 近年力捧嘅新人小花。呢次佢加盟《愛回家之三代同堂》，飾演李欣彤嘅中學閨蜜盧漢娜 Hannah， 係典型嘅進取型 Z 世代，性格務實精明，人生目標就係儲錢買樓，愛美卻唔追捧名牌，仲係個資深網購達人，角色設定十分貼地，剛好能夠發揮佢自帶嘅鄰家親切感。同李欣彤嘅對手戲充滿年輕人嘅日常煙火氣，亦係年輕線嘅核心角色。廖家珏，星二代亦集成寵妻節劍男。廖家珏係 TVB 資深綠葉廖俊雄嘅仔，雖係星二代出身，卻堅持唔靠父蔭。2019年畢業於第30期無綫藝員訓練班，從零開始跑龍套磨練演技。入行多年，佢演過大量配角，《使徒行者3》、《星空下的仁醫》、《隱形戰隊》、《廉政追擊》等熱門劇入面都有佢嘅身影，多飾演硬朗型角色，演技紮實，卻一直默默無聞。2025年，佢喺麻將樂團入面飾演譚俊彥嘅青年時期，拍攝期間剛好碰上父親病重離世，佢將真實情緒融入角色，喊戲真摯動人，獲得監製與觀眾一致認可。同年萬千星輝台慶上，佢攞埋全台力撐潛質男藝人獎項，終於憑自身努力被觀眾睇見。呢次佢參演《愛回家之三代同堂》，飾演胡敏芝嘅男友鐵金剛，同女友一樣樂觀上進，有目標又識慳儉。佢係典型嘅慳自己負女友嘅好男友，對自己生活處處節省，對女朋友卻毫不吝嗇，百般寵溺，係全劇最接地氣嘅甜寵擔當。佢同胡敏芝組成嘅年輕情侶檔，會貢獻唔少生活化嘅甜蜜笑點，亦會帶出當代年輕人打拼儲錢、規劃未來嘅真實狀態。其餘主要演員仲包括容天佑、周志康、廉義毅、吳少麟、潘正文、洪曼勤、阮儀明等人。此外， TVB 力捧小花何依婷亦會首次參演處境劇，一改往日溫婉形象，飾演擅長笑裏藏刀嘅職場黑蓮花，係個能力出眾嘅心機女。雖然三代同堂嘅演員陣容新鮮感十足，但近日唔少網民卻唔睇好。除咗吐槽52歲嘅車婉婉演34歲吳若希嘅阿媽有違和感，吳若希嘅出演太趕客，令人提唔起興趣之外，仲有好多網民斷言呢部劇撐唔過300集。亦有網民表示應該加入部分開心速遞入面人氣高嘅原班人馬，例如劉丹、林淑敏等人，冇佢哋會好可惜。繼續沿用愛回家呢個 IP， 自然難免被觀眾攞嚟同前作對比。新處境劇想要積累觀眾緣絕非易事。話分兩頭，呢次再拍愛回家系列，到底係舊瓶裝新酒，定係新瓶裝舊酒，仲未可知。但可以肯定嘅係，呢一次無論如何都唔可能再拍出2800集啦。